今日同大家睇緊 Duplex， 價錢仲平過 Townhouse， 又有一房一廁可以出租。我哋嚟到262741街呢度睇個4房4廁3層高嘅後排 Duplex 單位。後排嘅 Duplex 最大嘅優勢就係有個大嘅後院可以自己用啦，而且唔係正面對大街，所以比起前排嘅單位咧會安靜好多嘅。全屋嘅空間1967尺，三邊嘅採光窗，9尺高嘅樓底，做晒天花射燈，夠晒光猛。客廳嘅位同埋飯廳位咧都非常之寬敞嘅。廚房係一個半開放式設計，亦都有一個窗啦，等啲油煙可以走出去疏氣，唔會跑到成間屋都係。2樓有3間房，主人房咧擺喺成個單位後邊嗰度，同前面嘅單位咧冇 share 嘅牆同埋窗，所以咧會好安靜啦，同埋有私隱度。成間房咧好寬敞，放到咁大張床啦、衣櫃同埋書台，遠處咧仲可以見到山景添。呢個價錢係咪好吸引呢？有興趣嘅朋友咧即刻揾我睇樓啦！